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 Tam，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買樓咧確實係一件人生大事嚟㗎。好多客戶，特別係新移民又或者係首次置業嘅買家咧，都不約而同咁樣去問我，就話想知多啲有關溫哥華嘅置業流程，中間有啲咩伏位要注意咧，等佢哋可以安心咁樣買到佢哋嘅安樂窩。有見及此咧，由今日開始，我將會推出一個全新嘅系列，叫做買家攻略。喺呢一個系列咧，我將會為大家由淺入深啦，好貼地咁樣去為大家拆解一下溫哥華買樓嘅細節，由點樣去揀區啦，睇樓要留意啲咩啦，去到成交前後要注意啲咩咧，我都會為大家一一拆解，等大家喺買樓之前可以做足功課，做個精明嘅買家。無論你係啱啱落地嘅新移民，諗住想回流嘅朋友，定係第一次人生喺加拿大置業呢，呢一個系列咧都係為你度身而訂造，等你可以喺買樓之前走少啲冤枉路。想第一時間睇到最新嘅內容，咁就記住去宜家家私嘅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撳一個 follow 掣訂閱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